建设，伊建设二平心头呢，真正我做得出，所以呢，做法律来讲，我哋就是本来真正办用初心，迄个初心啊，迄个初心叫做同理心，第二个是时间来到吼，伊嘛叫三个时间来差不多是固定啊，非常的重要像感谢咱各位吼，咱两三年嘛吼，伊两个一届，两个一届吼，两个买一届，两个买一届，两个两三年嘛吼，其实三不五时都无伫个啦吼，都无讲，所以我想讲的，经典不在应较难，你想咱我这里为什么讲做经？讲话是算偌济，讲话是算偌济，我想讲对，讲法对，想讲对，讲法对，讲法是算偌济，我哪个死的东西，哪死吼，而且伊会先，你得拿出门讲，我若做到讲了，你讲公司金融经，我嘛在带，所以呢，伊只要我来讲但是基本上来讲起来，我是感觉下底我感觉，其实伊个好想，较早考起来，生命真理教育，所以伊对这个大想法，伊听着，伊听着，所以呢，而且虽然咱咧讲到做长经啦吼，伊拢差不多10外个20年，去听，但是听了，好真不心啦吼。但是咱爱上。